参考庄子无用之大用，研究无用之大用。再看那牦牛，它大如天边的云，这可以说够大的了，但是却不能捕鼠。现在你有一棵大树，担忧它没有用处，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无之乡，广阔无边的原野，随意地徘徊在它的旁边，逍遥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？这样大树就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会伤害它。它没有什么用处，又哪里会有什么困苦呢？双引号。冯海荣。注释：一、北冥，北海。冥，一作冥，海水深黑为冥。二、怒，振奋。这里指鼓动翅膀。三、垂天，犹言天边。垂同垂，边际。四、海运，海波翻腾。就说海动时必有大风，这里意为鹏乘此风而徙于南海。五、奇邪，书名，内容多记怪异事物。六、志，同，志，记载。七、团，安团，环绕。一作帛，拍，俯。扶摇，风鸣，急飙，一种从地面盘旋而上升的暴风。八、六月袭，即六月海动时的大风。袭，气袭，指风。九、野马，指春天野外林泽中的雾气。春天阳气发动，远望林莽沼泽之中，水汽蒸腾，有如奔马，故曰野马。十、相吹，向上升动。11、且夫，表示递进的连词。12、凹，堂上低洼之处。13、介，小草。14、培风，乘风。培，通平。15、妖焉，一恶，受阻拦。16、条，地条，蝉。鹰，客学，鸠，小鸟鸣。17、绝，同绝，迅疾冒。18、羌，途过，穿越。方，法方，谈术。19、西，和。以，用。为，疑问语气词。20、莽苍，郊外林野之色，此指尽孝。21、参，同，参。反，同反。22、果然，宝的样子。23、速冲，乔冲，粮，隔夜捣米准备粮食。24、知，同治。25、年，寿命。小年，大年，极短寿，长寿。26、朝君，朝生暮死的一种君。列子汤问：朽壤之上，有君之者，生于朝，死于会。27、惠姑，哈伊惠古姑，即寒蝉。就说他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28、冥灵，牧民。一说指灵龟。下文，大春，亦牧民。29、彭祖，传说中的长寿的人，姓钱，名坑，曾为尧臣，封于彭城，历顺、夏、商三代，年700余岁。30、比。31、汤，商王成汤，即己子汤时大夫，是以由言是也表示赞同语气。32、汤问疾曰：上下四方有疾乎？疾曰：无疾之外，复无疾也。这21字圆缺。现案文意多在庄子内篇校是古典新义中之说，据唐僧神清北山路引增补。33、穷乏不毛之地，指上古传说中的北极荒远地带。34、仰角，风鸣，其风旋转而上似仰角。35、绝，穿越，穿透。36、是，据清郭庆凡，庄子即是通齿。是燕，阳燕，有小雀。一说，是指小池泽。是燕，小泽中的雀。37、仞，长度单位。古时8尺曰仞。一说7尺曰仞。38、变，同变，区别。39、效能，引申作，胜任，解。40、比，是和。一说比，即必。41、和，投合。42、而，古代语能字音近义同，作能力，才能解。征，信。43、宋荣子，即宋坚，先秦思想家，思想近于墨家。悠然，笑貌。44、沮丧，丧气。
45内指自身的内在修养，外指待人接物。46境境界。47树树然急切追求的样子。48列子名玉寇，战国初期郑国人，相传其曾遇仙人，习法术，故能乘风而行。49灵林灵然轻妙的样子。善指御风技术高超。50巡有游右5日15天。有通右。51制服求福。52若夫至于成顺应。天地指天地间万象万物。正指自然界的正常现象。53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。变同变。54无穷指时空的无始无终，无边无际。55许由字武仲，颍川人，上古传说中的高士。相传尧让天下给他，他不受，讨饮积山，农耕而食。尧又诏为九州长，他不欲闻，息耳于饮水之滨。56绝诸绝火小火把。此指光之小者。57夫子指许由。58师古时享祭的神主，引申为无其实而空居名位的人。59缺然不足。60至送给予。61宾与主相对，指附属之物。62交鹩即交力鹩，善于筑巢的小鸟，喜居树林深处。63鼹鼠即鼹鼠，常穿行耕地中，好饮河水。64归修乎君，是君归修乎的倒装句。君指尧。65庖人厨工，不制庖不下厨。66祝执掌祭祀的官，因其对神主师而祝，故称师祝。尊酒器祖圣肉之器，越尊祖而代之，比喻超越许可权代替别人办事。今作越祖代庖。67兼吴连熟二人当是庄子虚构的有道之人。68皆于春秋时楚国隐士，杨狂避世，与孔子同时。69河汉银河。70渺孤舍一叶之山，传说中的仙山。71闹曰同，绰约体态柔美的样子。处子处女。72宁精神专注。73资历历历恶疾。74是死指皆余的话。75古古古者盲人。与参与文章文采。76之同志。77时同事女同乳。78磅礴勃勃，形容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及。其砍其同其求乱，这里译为治。79避避惨淡经营，疲惫不堪。80大进大水积至。81比糠译作比糠，谷不熟为比谷皮为糠，比喻所系无用之物，油盐糟粕渣滓。陶铸烧制瓦器和熔铸金属的模具。这里是培植造就的意思。82资购买。张府李冠朱之余。83断发剪断长发，纹身身刺花纹。84四子相传指王尼、聂缺、贝衣、许由。庄子书中视之为得道者。85汾水之阳，汾水之北。指今山西平阳县，相传尧曾都于此。86咬雅欧咬然怅然。丧望。87会了即会师，宋人战国时的思想家。曾人为国乡，与庄子同时。88户哈户葫芦。89树种植。10容纳。50盐葫芦之大可容50。90户落阔落大而平浅。无所容，无法容纳东西。91克西亚萧然虚大的样子。92头剥急迫。93龟诸菌同菌，皮肤因受冻而裂。不归手之药，防止皮肤冻裂的药。
94平辟平皮平辟漂洗矿库矿细棉絮。95斤，古代斤大1方寸，重1斤为1斤。96玉有羽玉麦寿技，指制药的技能。97律通书挖空一说作劫符解。大尊即妖舟，形如酒器浮在身上，浮于江湖。98蓬蓬蒿，经短而曲。有朋之心，欲指惠子见解迂曲狭隘。99书丝哈出，即臭春，树干高大而木质粗劣。100臃肿，同臃肿，指树干多坠流。中或重和绳墨，木匠用以取直的工具。101卷铜拳龟，木匠用以求圆的工具。举，木匠用以求方的工具。102图铜图。103狸铜狸野猫。声哼声，俗名黄鼠狼。104獒铜獒獒者即游者，指来来往往的鸡鼠之类动物。105跳梁铜跳亮跳跃。106辟铜壁。107鸡弩鸡。辟陷阱。108网铜网。鼓网的通称。109栗离牛及牦牛。110何有之乡，庄子所幻想的超越时空，一无所有，绝对自由的境界。111无为，无所事，无所用心。112夭折，今大府。庖丁解牛。战国庄周。题解：这个寓言故事选自《庄子》内篇养生主。它说明世上事物纷繁复杂，只要反复实践，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，就能得心应手，运用自如，迎刃而解。文章序意相间，层次分明，写载牛时动作之优美，技术之高超，成功后的志得意满等，绘声绘色，如闻如见，引人入胜。语言生动形象，目无全牛，游刃有余，踌躇满志。成语即出自本篇。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：一、手之所处，肩之所以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骑；二、豁然响然；三、奏刀豁然；四、莫不中音。合于桑林之舞；五、乃中经手之会；六、文惠君曰：奚七善哉，既盖至此乎？八双引号。庖丁是刀对曰：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近乎既矣。九使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牛者。3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谕而不以目视，观之止而神谕行。10一乎天理。11披大细。12道大款。13因其固然。14既今恳庆之未尝。15而况大乎。16良庖遂更刀，割也。17足庖越更刀。18折也。19今臣之刀19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形。20比劫者有间。21而刀刃者无后，以无后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。22是以19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形。虽然美至于足。23不见其难为，触然为戒。24是为止，行为迟。动刀甚为，豁然以解。25如土委地。26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葬之。27双引号。文惠君曰：善哉，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28双引号。选自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本。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，手所接触的地方，肩所靠着的地方，脚所踩着的地方，膝所顶着的地方，都发出皮鼓相离声，刀子刺进去时响声更大，这些声音没有不合乎音律的。他竟然同桑林、经手、两手乐曲伴奏的舞蹈节奏合拍。梁惠王说：奚好啊，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呢？双引号。
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，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，这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，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，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。3年之后，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，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。现在宰牛的时候，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，而不必用眼睛去看，就像感觉器官停止活动了，而全凭精神意愿在活动。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，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，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，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。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，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结的地方，更何况骨部的大骨呢？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，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。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，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。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19年了，宰牛数千头，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。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，可是刀刃却并不厚，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，那么在运转刀刃时一定宽绰而有余地了，因此用了19年，而刀刃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。虽然如此，可是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，我一见那里难以下刀，就十分警惧而小心翼翼，目光集中，动作放慢。刀子轻轻地动一下，哗啦一声，骨肉就已经分离，像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。我提起刀站着，为这一成功而得意地四下环顾，一副悠然自得、心满意足的样子。试好了刀，把它收藏起来。双引号。梁惠王说：“好啊，我听了庖丁的话，学到了养生之道啊。”双引号。冯海荣。注释：一、庖配奥庖丁，名丁的厨工。先秦古书往往以职业放在人名前。文惠君即梁惠王，也称魏惠王。解牛、宰牛，这里只把整个牛体开剖分剖。二、其以只用一条腿的膝盖顶住。三、或哈 a 化然象声词，形容皮骨像离声。想然，经典释文云：或无然字。今译本无然字是。四、或哼或然象声词，形容比或然更大的劲刀解牛声。五、桑林，传说中商汤王的乐曲名。六、经手，传说中摇乐曲咸池中的一章。会，音节。以上2句互文，即乃合于桑林，经手之舞之会之意。七、息，赞叹声。八、盖，同，和，一级，和。九、进，超过。10、观之，这里指视觉。神域，指精神活动。11、天理，指牛体的自然的肌理结构。12、劈，即劈开。却，同系。13、道，同，导，顺着。款，扩安款，骨节空穴处。14、阴，一，固然，指牛体本来的结构。15、纪经，由言经络。纪，据清于月考证，当是之字之物，指之脉。经，经脉。肯，紧附在骨上的肉。罄，砍住罄，筋肉聚结处。既经肯罄之胃肠，即胃肠既经肯罄的宾语前置。16、骨箍，骨部的大骨。17、割，这里指生割硬砍。18、足，重，指一般的。19、折，用刀折骨。20、发，出。形，刻形，磨刀石。21、节，骨节。间，间隙。22、恢恢乎，宽绰的样子。23、足，指筋骨交错聚结处。24、处，丘处，然，紧聚的样子。25、或，辞折，同，折。或然，形容牛体骨肉分离。26、尾地，散落在地上。27、善，是。28、养生，指养生之道。秋水，节选。战国，庄周。
题解：秋水见庄子外篇，可能是庄子的学生所记录。文章论述天人关系，事物的相反相成，最后归结到任自然而无为。论辩精辟，是庄子思想的代表作之一。秋水全文包括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一大段，其下还有6个短篇，思想内容与上文类似，但故事不相干。现只节选主要的大段。秋水时至：1. 百川贯河；2. 金流之大；3. 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； 4. 于是焉，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于是焉，河伯始悬其面目。5. 望洋向若而叹曰。6. 也有之曰：上去点闻道百，以为莫己若者，果之谓也。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，而轻伯夷之义者。7. 使无弗信。今我独子之难穷也。8. 吾非至子之门，则殆矣。吾常见孝于大方之家。9. 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井蛙不可以与于海者，10. 居于虚也。11. 夏虫不可以与于冰者，笃于实也。12. 取士不可以与于道者。13. 述于教也。今尔出于崖寺，观于大海，乃知尔丑。14. 尔将可与大理矣。15. 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，百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，尾驴谢之。16. 不知何时已而不虚。17. 春秋不变，水旱不知，此其过江河之流。18. 不可为量数，而无未尝以此自多者。19. 自以彼行于天地，而受气于阴阳，无在天地之间，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。20. 方存乎见少。21. 又悉以自多。22. 既似海之在天地之间也，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。23. 即中国之在海内，不似看样子提米之在太仓乎。24. 好恶之数谓之万。25. 人处一焉。人足九州，古时之所生，舟车之所通，人处一焉。此其彼万物也，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。五帝之所怜。26. 三王之所争，人人之所忧，任事之所劳。27. 尽此矣。伯夷辞之以为名，仲尼与之以为伯，此其自多也，不似尔象之自多于水乎。双引号。河伯曰：然则无大天地，而小毫末，可乎？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否。夫物量无穷，时无止，分无常。28. 终始无故。29. 是故大之观于远近。30. 故小而不寡，大而不多，知量无穷。31. 正向今故。32. 故摇而不闷，夺而不齐。33. 知时无止。察乎盈虚，故得而不喜，失而不忧。知分之无常也。34. 明乎坦途。35. 故生而不说。36. 死而不惑，知终始之不可故也。即人之所知，不若其所不知，其生之时，不若未生之时。以其至小，求穷其至大之欲。37. 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。由此观之，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泥？38.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欲？双引号。河伯曰：是之义者皆曰：上去点至精无形，至大不可为。39. 是信情乎？40. 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夫自细是大者不尽，自大是细者不明。夫精小之为也，夫大之因也。41. 故易变。42. 此事之有也。夫精粗者，其余有形者也。43. 无形者，数之所不能分也。44. 不可为也，数之所不能穷也。可以言论者，物之粗也；可以议之者，物之精也。言之所不能论，意之所不能察治者，不其精粗焉。45. 是故大人之行，不出乎害人，不多人恩。46. 动不为利，不见门利，或财弗争，不多辞让。
是焉不借人，不多识乎利，不见贪污。行疏乎俗，不多辟议。47。唯在从众，不见佞谄。是知绝路不足以为劝，路齿不足以为入。知是非之不可为分，系大之不可为泥。48。文曰：上句点到人不闻，至德不得，大人无己。49。曰分之至也。双引号。何伯曰：若物之外，若物之内，恶之而泥贵贱。50。恶之而泥大小。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以道贯之，物无贵贱。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见。以俗观之，贵贱不在己。以差观之。51。因其所大而大之，则万物莫不大；因其所小而小之，则万物莫不小。知天地之为提米也，知毫末之为丘山也，则差数等矣。52。以公观之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则万物莫不有；因其所无而无之，则万物莫不无。知东西之相反，而不可以相无，则公分定矣。53。以去观之。54。因其所然而然之，则万物莫不然；因其所非而非之，则万物莫不非。知爻节之自然而相非，则去操渎矣。55。习者尧舜让而帝，知快让而绝。56。汤武争而亡，白公争而灭。57。由此观之，争让之理，尧节之行，贵贱有时，未可以为常也。58。良力可以充诚。59。而不可以治血，言书气也。其迹华流，一日千里，捕鼠不如离生，言书记也。知修夜搓澡，察毫末，昼出，瞠目而不见丘山，言书信也。60。故曰：盖失事而无非。61。失志而无乱乎？是谓明天地之理，万物之情者也。是由失天而无地，失阴而无阳，其不可行名矣。然且与而不舍，非愚则污也。帝王书禅，三代书记，差其时，逆其俗者，谓之篡夫；当其时，顺其俗者，谓之异徒。默默乎何伯，女恶之贵贱之门，大小之家。62。何伯曰：然则我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无辞受去舍。63。无中奈何？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以道贯之，何贵何贱，是谓反也。64。无居而治。65。与道大简。66。何多何少，是谓谢师。67。无义而行，与道参差。言乎若国之有君。68。其无私德，犹乎若祭之有社。69。其无私福，泛乎若四方之无穷。其无所枕欲。70。兼怀万物，其孰成义。71。是谓无方。万物一齐，孰短孰长？道无终始，物有死生，不是其成。72。必须一满，不谓乎其行。73。年不可举。74。时不可止，消息虚盈。75。终则有始。是所以与大义之方。76。论万物之理也。物之生也，若奏若迟，不动而不变，不时而不移。何为乎？何不为乎？夫故将自化。双引号。何伯曰：然则何贵于道邪？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知道者必达于理，达于理者必明于权。77。明于权者，不以物害己。至德者，火弗能热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其兽弗能贼。非为其薄之也。78。言察于安危，明于祸福，谨于去救，莫之能害也。故曰：天在内，人在外，德在乎天。知天人之行，本乎天，谓乎德，执着而屈伸。79。反要而与极。80。双引号。曰：何谓天？何谓人？双引号。北海若曰：牛马四足，是谓天。落马首。81。穿牛鼻，是谓人。故曰：吾以人灭天，吾以故灭命，吾以德训民。谨守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
选自郭庆凡《庄子集释》本。秋水随着时令到来，千百条川流都奔注入黄河，大水一直浩瀚地流去，遥望两岸洲主崖石之间，辨不清牛马之行。于是乎，河伯黄河之神便欣然自喜，以为天下所有的美景全都在自己这里了。他顺着水流向东走，到了北海。他向东遥望，看不见水的尽处，于是河伯才改变了他的神态，茫然地抬头对北海若。北海之神感慨地说：“俗语说，上句点自以为知道很多道理，没人能赶上自己了。这正是说我呀。而且我还曾经听说过有人贬低仲尼的学识，轻视伯夷的节义。开始我不相信，现在我看到你的浩瀚无穷，如果我不到你的门下，那是多么危险！我将会永远被讥笑于大方之家了。”双引号。北海若说，井底的蛙不能跟他谈海之大，因为他被狭小的生活环境所局限；夏天的虫不能跟他谈冬天的冰，因为他受到气候时令的限制；知识浅陋的趋势不能跟他谈大道理，因为他被拘束于狭隘的教育。现在你走出了水崖河岸，看到了浩大的海，才知道你的鄙陋，你才可以同我谈论大道理了。天下所有的水，没有比海更大的了，千百条川流都归注到大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止而不溢出，从尾闾流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流尽而又不空。无论春天或秋天，大海总没有变化；无论干旱水涝，大海永远没有感觉。这就是大海胜过江河水流之处。海水不能以容量来计算，但我从来没有以此自夸。我自以为形体同于天地，气魄受于阴阳。我在天地之间，好像泰山上的一块小石，一株小树，正自感到渺小，又怎么会因此自大呢？请你想想，四海在天地之内，不就像一小块石头浸在大湖里吗？整个中国在四海之内，不是像太仓中的一粒细米吗？世上的物类数以万计，人只是万物之一。九州之大，住了许多人，生长了许多谷物粮食，通行着许多舟船车马，人也只是其中之一。人与万物比较起来，不是像马身上的一根毛吗？古代三王五帝所要继承和争取的，讲仁义的儒者所担忧的，讲任劳的墨家所努力的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可是伯夷却为了节义之名而辞让不受，仲尼为了显示多知博闻而讲个不停，这是他们在自我夸耀，不是像你刚才自夸其水之大一样吗？双引号。河伯说：“那么我把天地看得很大，把毫末看得很小，行吗？”双引号。北海若说：“不行。万物的量无穷无尽，时间无有止境，性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一切事物的终于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因此，大智大慧的人从远近各个角度观察万物，所以他看到小的不以为小，看到大的不以为大，因为他知道物量无有穷尽。他理解事物，必求证于今古，以今事证古事。古事虽远，也看得很明白；以古事证今事，今事虽近在手头，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。因此他知道时间不会终止。他又看透了盈虚消长的规律，所以有所得不以为喜，有所失也不以为忧，因为他知道性分不会永远不变。他又明白人生的大道，所以生活着并不感到喜悦，死亡也不以为是祸灾，因为他知道万物终始的变化也是不固定的。计算一个人所知道的估不如他所不知道的那么多，一个人生存的时间不如他未生的时间那么长。人们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求得掌握无限大的知识，就只会感到迷惑而不能满足。由此看来，你又怎么能知道毫末可以定为最微小的标准？又怎么能知道天地可以作为最大的极限？双引号。河伯说：“世人的议论都说，上句点最微细的东西是无形的，最大的东西是无限的。这是真实情况吗？”双引号。
北海若说，站在小的角度去看大的东西，是看不到极限的；站在大的角度去看细微的东西，是看不清楚的。所谓精，是最为微小的；所谓浮，是最为庞大的。所以能够看出不同的区分，这是形态上具有的区别。所谓精和粗，都只能凭借有形态的东西来判断。无形态的东西就不能用数字来区分。没有范围的东西，不是数字所能算清。凡是可以用语言论述的东西，都是粗大之物；只能意识到的东西，便是细微之物。语言所不能论述，意识所不能观察到的，就不能用精粗去衡量了。因此，得道的大人先生的行为，不会出于害人，但也不重视给人以仁义恩惠。他们的行动不为求利，也不以做门吏奴仆为鉴。他们不争夺财货，但也并不赞赏辞让，做事不借助他人，不赞美自食其力者，也不轻视贪污的人。他们的行为既与一般世俗人不同，却并不主张高傲怪癖，表现和众人一样，也不见识谄佞的人。世俗的官爵利禄，对他们起不了鼓励作用，刑罚侮辱也不足以成为羞耻。他们知道是非不是一定的区别，大小也不是一定的标准。听说上句点有道的人不求名声，品德极高的人不自显其德，伟大的人都是忘我无私的。这些人都是最能守性分的人。双引号。河伯说，那么在万物的内或外，有什么标准去区别贵贱和大小呢？双引号。北海若说，从道的观点看，万物并无贵贱之分。从事物本体看，都是自以为贵而见识对方。从世俗观点看，贵贱在于舆论而不在于物的本身。从事物的相对差别看，就会按照自己所认为大的标准去要求大，那么万物都可以说是大的；按照自己所认为小的标准去要求小，那么万物都可以说是小的。如果知道天地有时也像细米那么小，知道毫末有时也像丘山那么大，那么差别的概念就没有了。从功利的观点看，如果按自己所有的标准去看，那么万物都有功利；用自己所没有的标准去看，那么万物都没有功利了。知道了东和西是两个相反的方向，而两者彼此又不能没有，那么功利的性分就可以确定了。再从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看，如果依照自己认为对的就肯定他，那么万物没有不对的；如果按照自己认为不对的就否定他，那么万物没有不可被否定的。知道尧和桀都自认为是而互相否定，那么倾向和标准便表现出来了。从前，尧和舜由禅让而取得了王位，燕王哙禅让给国相子之而身亡国乱，商汤伐桀，周武王灭纣，都以斗争取得了王位，而楚国的白公胜却因斗争而自取灭亡。由此看来，斗争和禅让的仪式，尧和桀的行为，贵或贱都是由于时事的不同，不能认为那是经常不变的规律。粗大的栋梁可以用来攻撞城墙，而不能用来堵塞以穴鼠洞，这是说不同的器材有不同的用法。奇迹，华流，一天能跑千里，捕捉老鼠却比不上野猫和黄鼠狼，那是说不同的财技有不同的用处。猫头鹰能在黑夜中捕捉跳蚤，能看清楚最小的东西，可是在白天，它睁大了眼睛还看不见山丘，这是说才性不同而能力也不同。所以说，如果肯定自己的上句点是，而否定上句点非，自以为能上句点治，而否定上句点乱，这就是不明白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和道理啊。这正像只尊崇天而看不到地，尊崇阴而看不到阳那样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。但是，某些人还要坚持辩论而不愿放弃，这不是愚蠢便是有意制造混乱。三王五帝有不同的禅让方式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有不同的继承法，不适应时事，违反风俗人情的，就称之为篡世的叛徒。配合时事，顺应世俗人情的，就被称为仗义的革命家。
安静些吧，河伯，你哪里会知道贵和贱的界限，大和小的标准呢？双引号。河伯说，那么我应该做什么？不应该做什么？我对于一切事物的拒绝或接受，求取或放弃，究竟应该怎么决定？双引号。北海若说，从道的标准看，什么贵什么贱，都是各自向对立的方向发展。不要拘泥你的思想，否则会与大道相抵触的。哪里多哪里少，那是事物的代谢转化。不要固执你的行为，而与大道有参差。要庄重地像国君那样，对谁都公正无私，坦然自得地像社稷时的土地神，对谁都不偏私服诱，浩荡广大地像天地四方那样无边无际，没有界限。要能同时包容万物，谁也不受到特殊的偏爱，这就叫做上句点无方。天下万物都是一样的，无所谓长短。大道无终无始，万物都有死有生，所以它的存在是不足平视的。事物的变化时虚时满，形态也是不固定的。年岁不能提取，时光无法停止，消亡、生长、满盈、亏虚，始终回圈。知道这种现象，就可以谈论大道的方向、原则和万物变化的规律。天下万物的生长，像冰室一样，没有一个动作不再变异，无时无刻不在转移。你何必担心于做什么不做什么呢？它本身就在不断变化。双引号。河伯说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重视上句点道呢？双引号。北海若说，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情达理，通情达理的人一定很懂得权宜应变，能应变的人就不会因物而伤害自己。有最高道德的人，火不能烧灼他，水不能淹溺他，严寒酷暑都不能伤他，凶禽猛兽不能残害他。这并不是说要他故意去触犯水火、寒暑、禽兽，而是说他很能察觉安危、祸福的契机，能小心地选择进退去就，因此外物不能伤害他。所以说，天性是内在的，人为是外在的，道就体现在天性里。知道天性和人为的运行规律，以了解天性为基础，以道德为根据，或退或进，或屈或伸，这就是归结到要点，而我的话也尽于此了。双引号。河伯说，那么什么是天性？什么是人为？双引号。北海若说，牛和马都有4条腿，这就是天性。给马落上龙头，给牛鼻上穿上绳索，就是人为。所以说，不要用人为去毁灭天性，不要因人事而忽视天命，不要因有限之德而殉无穷之名。小心地谨守这3个原则，这才叫做返璞归真。双引号。师侄存黄素分。注释：1. 时按时令；2. 灌奔注河黄河；3. 经直流的水波，此指水流。4. 不变分不清。5. 旋转改变。6. 望洋茫然抬头的样子。7. 伯夷商姑逐君之子，与弟孰其争让王位，被认为节义高尚之士。8. 子原指海神若，此指海水。9. 长永远大方之家，有学问的人。10. 洼同洼。11. 虚同虚，居住的地方。12. 赌度独故，引申为束缚限制。13. 取士孤陋寡闻的人。14. 丑鄙陋缺乏知识。15. 大理大道。16. 尾驴鲈吕，海的底部，排泄海水的地方。17. 虚流空。18. 过超过。19. 自多自夸。20. 大同泰。21. 方正存察看到见芒安县显的。22. 西河怎么。23. 垒来垒石块，垒空石块上的小空洞。大泽大湖泊。24. 提米泛指细小的米粒。25. 号称。26. 连继续。27. 人人二句，人人指专门讲仁义的儒家者流。
任氏指身体立行的墨家者流。墨家以任劳以成人之所及为己任，故称。28分分分性禀赋。无常不固定。29故同故。30大知辞志大智大慧的人。31知量知道物量。32象明故古。33故爻二句闷昧暗。不闷不昏暗即明白。多达多伸手可识表示近。其通祈求。不其不可气求。34分界限盈虚得失的界限。35坦途大道。途同途。36说通阅。37至大之域无穷大的境界。38泥头绪引申为标准界限。39不可为不可限制没有范围。40信真实。41福复福同福郭城墙。因盛大。42变通变必变不同的区别。43其凭借。44数字。45不其不可能。46是故三句大人得道的大人先生。多赞美歌颂。47僻异傲慢怪癖。48泥标准。49道人三句道人得道的人。不闻不求名声。至德品德极高的人。不的不自显其德。大人伟大的人。无己忘我。50污是什么标准？51差别。52差数差别的概念。等相同。53公分功利的性分。54去通趋思想倾向。55操主观标准。睹可见。56之燕国乡民子之。快燕王名快。燕王哙于周慎敬王5年前316年，用苏代之说，让王位给国襄子之。燕人不服，大乱。其趁机伐燕，杀哙于子之，燕国也几乎灭亡。57白公胜，楚平王孙，他父亲太子建因受陷害而流亡国外，生白公胜。后来白公胜回国，为了争夺政权发动武装政变，事败身亡。58常不变的规律。59利通利乌动。60性才性。61师推崇。62女恶两句女辱。家门范围界限。63去求取。64眼养眼通言发展。反眼反方向发展。65无物而你。66道大道。减吉安减阻塞引申为抵触。67谢代谢衰落。失移转。68言通眼有语助词。69游乎坦然自得的样子。设土地神。70枕此枕喻疆界。71义必爱偏护。72成万物之成形。73位守住固定。不位不固定。74举提取。75消亡。习生长。76大义大道。方向原则。77权衡轻重而应变。78薄迫近引申为触犯。79执着慈丝哈执着或作执着进退的样子。80反通反即进。81落龙柱。劝学节选。战国荀况。作者小传荀况约前310前238，战国后期赵国人。时人尊称为荀卿，汉时称为孙卿。年50，始游学于齐国，曾在齐国首都临淄（今山东淄博市）的稷下学宫任祭酒。因遭谗而仕楚国，任兰陵（今山东苍山县）令。以后失官家居，著书立说，死后葬于兰陵。
著名的学者韩非、李斯是他的学生。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，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，发展了儒家思想。他尊王道，也称霸力，崇礼义，又讲法治，在法先王的同时，又主张法后王。孟子创性善论，强调养性；荀子主性恶论，强调后天的学习。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。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，反对宿命论，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观点。荀子一书今存32篇，除少数篇章外，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。他的文章擅长说理，组织严密，分析透辟。善于取辟，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，语言复善精炼，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。题解劝学篇是荀况的代表作之一。原文很长，这里节选了其中的3段。第一段着重论述学习的重要意义，它能使人知明而行无过，即提高思想认识和加强品德修养。第二段写学习能使人增长才干，有了知识才能，善驾驭物，比一般不学无术的人来得高明。第3段写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应当是循序渐进，不断积累，持之以恒，才能取得成效。全文围绕学不可以已的论题展开论述，层次井然。博喻和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，正反比照说理，逻辑严密，语言精谨，再体现了荀子说理雄辩的特色。君子曰：一，学不可以已。清，取之于蓝，而清于蓝；冰，水为之，而寒于水。木直中绳，柔以为轮。二，其取中规，虽有槁爆，不复停者，柔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绳则直，今就立则立。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矣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三，吾常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；吾常齐而忘矣。四，不如登高之博见也。登高而招，必非家常也，而见者远。顺风而呼，声非加急也，而闻者彰。驾于马者，五，非立足也，而至千里；驾舟楫者，六，非能水也，而绝江河。君子生非异也。七，善驾于物也。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。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。八，吾以至千里，不积小流；吾以成江海。其计1月，不能10步；驽马10驾。九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引无爪牙之力。十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意也。戒6贵而2敖。11，非舌善之血无可寄托者。12，用心造也。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2子荀子。君子说，学习绝不可以停止。染料靛青是从兰草中提炼取得的，但比兰草更轻。冰是水所结成，可是比水更寒冷。木材本是笔直而符合墨线要求的，但用火熏烤把木材制作成车轮，它的曲度就符合了圆规的要求，即使把它晒干也不再重新挺直，这是火的熏烤使它变成这样的。所以木材经墨线亮过就能取直，金属放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锋利。君子广泛地学习，每天对自己进行检查反省，就明白事理，行为也不会有过错了。我曾经整天地冥思苦想，却不如学习片刻有收获。我曾经踮起脚跟眺望远方，却不如登上高处能看得更远。登上高处招手，胳膊并未加长，可是远处的人也能看见。顺着风向呼唤，声音并未加强，可是听的人却很清楚。驾车骑马的人，并非腿脚特别强健，却能到达千里之外。乘坐船艇的人，并非都会游泳，却能横渡江河。
君子的先天资质与一般人差异不大，可是聪明能干，这是因为善于凭借和利用客观事物啊。积土成为高山，风雨就从山里兴起；积水成为深渊，蛟龙就在渊中生长。积累善行，养成美德，人就能情操高尚，智慧日增，也就具备了圣人的思想品质。所以一步踏实的走，无法到达千里之外，不汇集细小的水流，不能成为江海。骏马跳一下，未必能超过10步远；烈马拉车走上10天，也能走得很遥远。它的成功是因为不停的前进。雕刻一下就丢下，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，不停地雕刻下去，即便是金属石块也能刻成艺术品。蚯蚓并无锋利的爪牙和强壮的筋骨，却能上吃地面的尘土，下饮地底的泉水，这是它用心专一的结果。螃蟹有6条腿和2只大螯，但如果不依靠蛇和黄鳝的洞穴，竟然无处可以寄居存身，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不专的缘故。曹光甫注释：1. 君子，有学问有修养的人。2. 罗揉，木材加工的一种方法，即用火熏烤，使木材弯曲变形。3. 支，铜制。4. 钳，砍器，垫其脚跟。5. 架，凭借，借助。6. 籍，世籍，传讲。7. 生，同，姓。天资，资质。8. 跬，裤衣跬步，古人以跨出一脚为跬，再跨出一脚为步。9. 驾，马拉着车一天所走的路程为一驾。10. 引，同，引。蚯蚓。11. 跪，腿脚。嗷，节足动物的第一对足，其末端状如前，用以取时间防御。蟹有8条腿，6跪，已有物。12. 善，上善，同，善。黄鳝。建筑课书。战国，李斯。作者小传，李斯。前208，楚上蔡，今属河南人。入秦，为秦乡吕不韦舍人。说秦王及后来的秦始皇并6国，拜为客卿。左秦王并6国，为丞相。定郡县制，建议焚毁诗书，变纣文为小传。始皇死，与赵高定谋，矫诏杀始皇长子扶苏，立少子胡亥为帝。后赵高乌私谋反，腰斩咸阳氏。题解：本篇见于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。战国末年，韩国怕秦国出兵来攻，派水攻郑国到秦国去，建议秦国在泾阳县西北开凿管道，引泾水东流入洛水，称郑国渠，想用它来阻碍秦国向韩国进军。事情发觉后，秦宗室大臣提出逐客的主张，李斯也在被逐之中，他因此写了这封谏逐客书。刘协《文心雕龙论说》称，李斯之止逐客，顺情入机，动言中物，虽披逆鳞，而攻城济河，此上书之善说也。当时赶走客卿的主张已得到秦王同意，李斯反对赶走客卿，触犯秦王，所以称披逆鳞，却能攻城济河，这跟顺情入机、动言中物有关。他开头提出臣闻利益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把逐客说成是利益，使秦皇容易听下去，这就是顺情。接下来例举穆公、孝公、惠王、昭王4君任用客卿所收到的功效，这就入机。又以项使4君却客而不内，会怎样做正反比较，逐客的错误就明显了。转到秦王，另起波澜。从秦王爱好的色乐珠玉都不产于秦，然后反复推论，归结到重色乐珠玉而轻人民，此非所以跨海内置诸侯之术也。这就是动言中物，正点到秦王要称霸的雄心。接下来又从地广者粟多等联系到泰山、河海的比喻，再转到弃黔首以资敌国的错误，归结到今逐客以资敌国的为代。这样波澜起伏，正是非文明以祭词。刘协语终于打动了秦王。臣闻利益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
习木工求事。2. 西取游鱼于戎。3. 东得百里奚于宛。4. 迎简熟于宋。5. 求丕豹，公孙之于晋。6. 子五人者，不产于秦，而木工用之，并国20，遂罢西戎。7. 孝公用商鞅之法。8. 移风易俗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。百姓乐用，诸侯亲服。或楚、魏之师，举地千里。9. 至今至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。10. 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。11. 北收上郡。12. 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至燕郢。13. 东据成皋之险。14. 割高于之壤。遂散六国之从，使之西面事秦，攻师到今。昭王得范雎。15. 废穰侯，逐华阳。16. 强攻势，杜司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。此四军者，皆以克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克何负于秦哉？向使四军却克而不内。17. 疏士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复利之时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今陛下至昆山之玉，有随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。18. 伏太阿之剑，乘仙离之马，见翠凤之旗，树灵驼之鼓。19. 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说之。20. 何也？彼秦国之所生，然后可，则是夜光之必不是朝廷，西向之气不为完好，正位之女不充后宫，而骏马绝蹄不食外厩。21. 江南金席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是后宫，冲下臣。22. 于心意，说耳目者，必出于秦，然后可，则是宛珠之簪，腹肌之耳，阿缟之衣，锦绣之饰不尽于前。23. 而随俗雅化。24. 家也窈窕赵女，不利于侧也。夫即问寇否，弹筝搏臂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。25. 真秦之声也。正位桑间，少与五相者。26. 一国之乐也。今弃即问而就正位，退弹筝而取韶虞，若是者何也？坏以当前事官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恶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